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第22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金天梯。雅各的天梯是一个非常精彩，也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、想象的故事记载。但是我们也很清楚，这个天梯不是指着我们所想象要看得见的那一种梯。传统民间宗教也有天梯的概念。西藏人认为天有13层，可以有一条天梯接连天上，因此他们在高山上被放置尸体或是的岩石上画了许多的梯，盼望他们死去的亲人能够达到天上。台湾的道教里面道有如同升上道长这样的一个机制，那这些人必须要先连结通过，因此他们在高山上面所放置的尸体或是骨灰的岩石旁边，他们就画了很多的梯子的形状的图样，也盼望他们死去的亲人能够到达这个天上。台湾的道教里面倒是有这种，如果要升到道长，就要能够有先进的方备等等的事情。通过了人表达他们的成功，已经是登峰造极，有资格升上道长，各上一层楼。根据文化部大百科、台湾大百科网站的资料显示，道教认为爬上刀梯顶头以后，就可以更接近接受晋升，或许是说有这样的功力的道士要有能力才能引进到西方。真是如此吗？我们说刀梯、天梯，或者说是上帝有指示这样的人来犯罪吗？天上与西方相同吗？或者是这个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呢？圣经记载的雅各的天梯是出现在雅各的梦中，或许我们说的是上帝的启示，虽然仍然是埃及所野猪的受隐喻的创立，而不是去追求一个形式上的象征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之背景。创世纪27章的经文记载，雅各在母亲的协助之下，欺骗了父亲这个长子的祝福，夺走了他的哥哥以扫的福分。虽然我们说这是之前所少摆的，可是我们知道以扫他自己看清了祝福，他累了，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来出卖了
这样子的赐福。我们知道雅各他的个性，他一生就是抓，就是积极的去追求，甚至以欺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，也真实的伤害了父亲以及哥哥以扫。在伯特利这个地点，其实是他在逃难到巴坦亚兰舅舅拉班家的途中的一个小地点，休息的地方。在那里呢，他遇见了上帝。圣经记载说，雅各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，日落时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过夜。他搬一块石头做枕头，躺在地上睡着了。他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上通到天上，梯子上有上帝的使者上下往来。雅各在梦中看见有上帝的使者们在天地上面上上下下，他又看见上帝，并且听到上帝的声音。圣经记载说，他又看见上主站在他的旁边，对他说：“我是上主，是你的父亚伯拉罕的上帝和以撒的上帝。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，他们要像在地上的尘土那样的多，向东西南北各方扩张领土。我要借着你和你的后代赐福给世界各国。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保护你，并且带领你回到这片土地。我绝对不离弃你，我一定实现对你的许诺。”就如同雅各的阿公亚伯拉罕一样，雅各在那里，他遇见了上帝，领受了上帝给他的赐福和应许。后来雅各他也与上帝立约，他说，圣经这样记载，于是他向上帝许愿说，如果你与我同在，在旅途中保护我，赐给我吃的穿的，让我平安的回到故乡，我就以你上主为我的上帝。我立约，为纪念碑这块石头要成为敬拜你的圣所。我要把你赐给我一切献上1/10给你。虽然我们知道雅各当时候就这样说，上主确实在这个地方，我竟不晓得。但事实上，上帝是无所不在，随时随地他都在保护、赐福、施恩给雅各的。就如同他自己所立的誓约所说的，如果你与我同在，在旅途中保护我，赐给我吃的穿的，又让我平安的回到故乡，我就以你上主为我的上帝。上帝是旅途中又保守雅各平安回到故乡。这正是清楚地表达了上帝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是雅各随时的帮助。因此，天地所代表的是人与上帝所建立的关系，是我们所领受的应许与上帝立约的一个地方。
是上帝对我们说话，与我们同在，并赐下保守我们的一个地方。希伯来书第11章接续着还要谈到信心，谈到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是一个暂时的生活，有信心的人在追求寻找一个将来永恒的家乡。这家乡不在特定的地点，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伯特利。哪里有上帝，哪里就是天家。哪里有上帝的声音、旨意、应许，哪里就是天地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们并不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，否则他们还有回去的机会。他们所渴慕的是那在天上更美好的家乡。所以上帝并不因为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辱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，就把儿子以撒献上，当作祭物。亚伯拉罕乃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，可是他情愿把自己的独子作为祭物献上。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人自认为天或是西方，或是透过人的作为想要达到更高峰。所要追求的是那代表人与上帝关系的天梯，让我们能够直通到上帝的家。就像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，耶稣基督的话说，这天梯其实应该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那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通往上帝那里唯一的管道。诗篇72篇，请我们自己来研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寻求你，不只是寻求赐福，更要寻求明白你的旨意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好让我们与你建立亲密而合一的关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